我是真正就想要好，像你，像我，还有像阮爸爸妈妈，这款艰苦做事的人，会当过更较好的生活。所以我不管大家要安怎甲我看，要安怎甲我想，我拢无要紧，真正的。我只要有你就好啊，因为我知影你会甲我徛做伙，对无？多谢你会记起我的生日。自细汉到大汉，阮姊妹啊，都毋捌过生日。这互你，以后咱互相甲对方藏伫咧心肝内就好啊。阿顺，文钦，我足介爱你的，我嘛足想要甲你斗阵的，毋过我真正无法度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家己。阿顺，你莫安尼啦！